喺我面前而家擺出嚟嘅 Nike 鞋款咧，就係啱啱喺上週剛剛推出嘅 Nike Lunar Epic Flyknit 啦。而喺上個星期咧，其實 Nike 咧仲一氣呵成推出咗好多種唔同顏色嘅，當中咧包括有女裝嘅配色啦，同埋有男裝嘅配色。而記住每一對鞋咧，仲會有多一對鞋墊咧俾大家更換嘅。而呢對 Nike Lunar Epic Flyknit 咧，其實鞋面係全部都用上呢個 Flyknit 嘅編織技術去做啦，而每一個部分咧都有不同嘅編織手法去做嘅，例如呢個鞋筒呢個位置啦，其實係有少少彈性。最值得提嘅地方咧，就係佢鞋踭嘅位置咧，其實係有一層咧好似補強嘅設計喺後邊呢個位置嘅。最主要咧都係愛嚟將個腳踭穩定啲，等到大家跑嗰時候就唔會咁容易移位啦。鞋底咧其實咧係用咗 Nike 最經典嘅緩震系統啦 Lunar 去製造啦。值得我介紹嘅地方就係大家都可能見到係鞋底有好多唔同嘅紋啦，而呢個紋咧其實係用一個雷射切割去製造嘅。咁呢個紋最主要嘅效能係為咗啲乜咧？係能夠增強呢個定向性啦，同埋令到嗰個緩震系統咧發揮得更加有效嘅。另外 Nike Lab 咧喺3月10號啊，正式可以喺網上選購啦。所以如果之前排開底嘅朋友咧，想免受呢個排隊之苦咧，就記得先上網睇下有冇得賣，繼而先再落鋪頭排隊，咁樣先至做一個精明嘅買家啊嘛。